月17日，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和研究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呼吁世界穆斯林组织理事会收回对中国政府压迫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的赞扬，并与遭受酷刑、强迫绝育、强迫婚姻、强迫劳动和强迫放弃信仰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展开对话。1月8日至11日，由总部设在阿联酋的世界穆斯林社区理事会率领的来自14个国家的30多名穆斯林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所谓新疆，赞扬了中国在该地区的所谓反恐措施。维吾尔人权项目指出，与这次穆斯林神职人员代表团赞扬中国政府的所谓新疆政策有所不同的是，许多国际穆斯林组织谴责了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残酷镇压与迫害。去年8月，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在其关于新疆人权的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可能对该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一致表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实施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鲁库奈沙表示，访问维吾尔地区的所谓穆斯林学者违背了良心，放弃了调查中国政府种族灭绝的责任，而是选择了参加中国虚假舞台表演性的访问宣传。中国中共病毒疫情海啸式爆发，染疫死亡人数巨大。消息人士披露，中共当局为掩人耳目，用社会车辆代替灵车，而死去的老干部名字在所谓的革命公墓上墙，要排队到1至2年的时间。一位中共病毒死者亲属晒出了自己办理丧事的经历，包括死亡证明只能说肺炎，不能提中共病毒。拉遗体的车辆是民政部门统一安排的社会车辆，从外观看不出是运尸灵车，骨灰3天至3个月内才能取走。同时，在新年前夕，怕真相曝光，中共加紧了监控中共病毒疫情的舆论，封堵了外媒的采访。中共网信办18日声称，在过年期间要进行6个方面的所谓清朗行动，强调整治所谓涉嫌疫情网络谣言，严控以返乡笔记、返乡见闻、渲染社会阴暗面等等。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近日有3名外媒记者到甘肃兰州等地采访，当地宣传部门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密切关注，若发现3人的行踪要立即报告，并警告居民不得私自受访。美国为了遏制中共发展半导体，试图联手日本和荷兰，共同限制半导体技术和设备出口到中国。美国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荷兰和日本最快可能会在1月底达成共识，加入美国对中共实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日前，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和荷兰总统吕特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了这项计划。彭博社报道认为，虽然荷兰和日本可能不会像美国采取那么严厉的政策，不过一旦这3个国家都采取行动，中国企业几乎不可能建立制造先进芯片的生产线。中国境内中共病毒疫情非常严峻，但是各国的疫情却呈现趋缓形势。韩国20日宣布将在30日取消室内强制戴口罩，日本和西班牙也正在规划进一步放宽口罩禁令。在日本，财经新闻报道，厚生劳动省与首相安田文雄正在讨论将中共病毒降至第5类传染病，到时候将放宽相关强制管理，如室内戴口罩等措施，预计4月份开始实施。在西班牙，目前除了从中国的旅客，其他国家的旅客都不需要提供中共病毒疫苗证明。西班牙卫生部长也透露，不久之后将会放宽公共交通运输佩戴口罩的强制措施。